达森把球抄掉，前面有修正机会吗？达森的单手飞扣。看到客场新竹街口工程师排出的是高国豪、陈立焕，搭配今天第一次亮相的大胜 Brandon Dawson 以及李佳瑞，还有 Hassan Tabi。 家的 Michael Jordan 或者是 Kobe Bryant 这样的受欢迎，所以他在打球场上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这球是我要处理呢，失误了，前面发生失误，李佳瑞跑在前面，倒着看来了单手飞扣，给你看，那也会影响其他球员。队内的良性竞争啊，对上好的选手，达森的3分球，4队最低，另外富邦勇士只有28%。哎呀！ 哇，两边在躲避球，达森在传给高国豪，一个精彩的背后传球，帮助奥斯卡放进2分。达森给到跟进的塔比，直接往里面来，哇，这球放篮差了一点，完全没人，是达森摆进2分。哇，达森这球跳得高，摆进2分，直接空中补篮，好球。 计算还是要往里面塞啊！这个球传得好，没有错，哎，就是这样。达森这样打很辛苦啊！对，还是用一个转身跳的把它投进了。是，达森把球抄掉，前面有修正机会吗？达森的单手飞扣，在敌人的欧洲步的达森盖了火锅，塔比自己快攻，塔比也跨进来，这球 A1。 漂亮，超级，给到达森放进2分。